有风声讲，为中国来台湾结婚的中国配偶齐春英，要列入民众党无分区立委的名单。不过，就有人质疑讲，齐春英应过捌做过中国的国家干部，安尼恐惊会有国安的记录。昨昏，齐春英伊提出伊伫咱国的身份证，强调讲伊并无加入共产党。那民众党甲咱回应讲，无分区立委的名单目前是要伫讨论。 齐春英提出伊的台湾身份证甲护照，讲伊从来毋捌参加过共产党甲共青团。但讲民众党无分区立委的名单考虑要列入有特殊配偶身份的齐春英，不过伊被质疑，敢若是做过中国国家干部，伫台湾参政可能有国安的疑虑。齐春英出面澄清对中国国籍的争议，立委会主席柯泰三讲，依照国籍法，爱有放弃国籍的证明文件才能做立委。齐春英请柯泰三教伊安怎办？ 请邱泰山主委教我们要怎么回去放弃对岸的国籍？大陆事务是外国事务吗？如果是外国事务，那就是归外交部管。那陆委会是干嘛的？齐春英也讲，副总统赖清德讲伊是共产党，请赖清德提证据出来。对此，调查立委看法无同。 既然赖清德曾经这样的质疑，赖清德有这个义务，必须对外澄清跟说明。被提名的这一个要当不分区国会议员的这一位陆配新住民，那你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跟有这样的一个言论，那都要受到民众的检验。但是也未煞，民众党无分区的名单是不是针对齐春英的部分做调整，话无讲死。 这份名单呢，我们目前的整个作业都还在进行当中。但地涵讲，因为民众党无分区的名单引起注意，高场表达关心。因若齐春英若是有机会进入国会，有可能会接触到机密的资料。齐春英强调，伊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来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